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一起领受你的恩典，也透过诗歌敬拜祷告，感受到神的同在。主，真的，我们要在生命当中，在深处亲自体验神的同在的喜乐。主啊，这是一个学习的道路，也是一个经历的道路。主，求圣灵跟我们同在。虽然我们不够敏锐，不够细心，不够深刻，但是主，你要touch到我们，让我们领受到主你在呼召我们。主，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得到激励、祝福跟力量。我们这样恳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看周报我们大概这2个礼拜开始在报道，我们有9个幸福小组，他们开始带了新朋友进场那有的3、4个、4、5个，有的甚至超过10个。那你有参与这个幸福小组的弟兄姐妹，都会感觉一个很大的一个能量在，所以我觉得说，好像我们为上帝摆上这8个礼拜的时间，然后跟这一群 base 的见面。当然，我们很期待他们能够信主、接受主，但是只要他们进到这个会场，我们就感受到神的恩典已经跟他们同在了。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幸福小组在运作当中，我们在看这个名单这个数字大概有100多位100-200位 ，Best 跟同工。我们教会的特色是同工很多因为一般的标准的幸福小组只要5个人就够了，5个人就是5个角色5个角色，那就可以安排一组幸福小组。我们教好像从开始就习惯一种团队很热闹感觉每一个小组的气氛都非常的热络，而且我们很多小组都很有创意，无论是邀请卡，或是这个餐点这个礼物啦，还有包括他们在分享信息的时候呢，都制作很棒的投影片。那现在每个家里面都有那个4K 的电视平板电视，所以很容易播放。除了在我们教会的心灵转角，有的是在家里面。那我跟谢牧师呢，就像打游击一样，一个礼拜绕一圈有9组每一组都很有特色，有的很会带那个破冰，大家玩得好高兴，游戏那唱诗歌都是那几首非常熟悉的有的我们的小组员都会背的诗歌。那其中有2个重点，就是说，好让这一群贝斯的进入到这个情境、这个氛围、这个感动的氛围之后呢，有2个重点是有没有办法改变他们？第一个就是见证。弟兄姐妹透过大家美好的生命见证，他会经历到说，像你这样的一个弟兄姐妹，你生命改变是因为接受到耶稣的福音，那我是不是也有可能？然后才有我们的副长或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团员来分享信息。那可能大家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对幸福小组可能有一点就是什么刻板印象了第一个是说，那个幸福小组，这个幸福这2个字多俗气呀，好像没什么难登大雅之堂，对不对因为感觉说这个是小科的啦，没什么。可能感觉会觉得你们在搞这个是在赶流行啦。不过其实牧师真的要很诚恳的在这边分享，幸福小组不是在玩游戏，幸福小组是在属灵征战，圣灵小组是在跟魔鬼抢灵魂。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不是对象，不是一个很高深学问的人，或是已经在教会很久了，对神学都很了解的人。我们是要用最浅的方式切入，那这个才为什么叫取名幸福小组。那今天的牧师就是要把平常我们的副长或是我们的同工怎么样讲这个信息给这些 base 的听。牧师不要讲内容，因为内容要讲8个礼拜你坐在这边要听牧师讲8个礼拜不行。我是要把那个逻辑跟架构
来分享给我们的幸福小组的同工，包括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因为传福音不是幸福小组的权利，传福音是每一个弟兄姐妹，只要你进到教会，你成为基督徒，我们说成为门徒，就是带着这个使命一直到终身。所以我要用这个架构，把这个逻辑架构分享给大家。然后你如果常常讲，你会发现说，你可能不用拿稿子，或是看投影片，你就可以讲出这个逻辑出来。这是牧师今天要分2次，跟下个礼拜分享这个重要的部分。首先，我们要从经文里面得到一个学习了哈。因为时间的关系，牧师就不详细解说经文。不过，这个使徒行传4章11节到12节是什么经文呢？是彼得、约翰他们面对那个公会，就是犹太人的一个公会，要抓他去审问，因为他们在耶路撒冷传福音，好几千人信主。这些公会就是犹太人的犹太教的一些领袖，就觉得哇，你好像有点亲门踏户的感觉，你抢了我的地盘所以就抓来问。然后彼得就他们面前讲了这段话，因为他们禁止他传耶稣嘛，那彼得就见证说，关于这位耶稣，圣经说过，你们的泥水匠所丢弃的这块石头，已成为最重要的基石。你知道这句话对这一群犹太领袖是多么大的挑战啊！因为等于说，你们这个上帝的子民，你们这个圣殿或是犹太教的领袖，竟然把这个最重要的石头丢掉了。好，那但是这个石头就是建造教会福音的基石，耶稣基督。所以他就讲了这一句非常出名的话，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详，就是拯救只从他而来，因为天下人间上帝没有赐下任何其他的名，使我们借着他得救。这个也是彼得他们这群门徒受了圣灵感动之后，因为带着这样的能力，带着这样的热情，带着这样勇往直前，没有任何生命威胁的这种热情，开始传福音。因为他们觉得说，拯救既然是只从耶稣而来，世上没有其他名可以代替的，那我不传，他们就不知道了。你怎么样让人家得救？你只有传这位从他名而来得救的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彼得在这犹太领袖的面前所做的一个回应。那第二段经文呢，就是保罗写信给哥罗西的教会。那这段话就在提起保罗为什么要这样的热情，这样勇往直前的传福音，不怕一切的挑战跟逼迫。因为他有这样的认知，他说上帝的计划是要他的子民知道，这丰盛而荣耀的奥秘是要显示给全人类的。保罗他的使命里面知道说，全人类都要知道这个奥秘，如果还有人不知道，那是我的责任。所以呢，这奥秘是什么？基督在你们生命里，也就是说你们要分享上帝的荣耀。基督怎么在人的生命里呢？如果你不认识他，不接受他，你怎么样得到呢？所以呢，保罗就因为这样的一个使命感，他就开始了他的传福音的道路。他怎么传呢？28节说，因此我们向所有的人传扬基督，用各样的智慧劝诫教导大家，要使每一个人就是基督徒非基督徒，只要是人类都是他的对象，要使每一个人成为成熟的基督徒，把他带到上帝面前，等于呈现一个礼物。所以我们基督徒就承受了这个使命。我们不只是信主，领受到恩典，领受到祝福，领受到神的能力，而且我们要将这样的奥秘，将这样的能力来传扬给每一个人。所以他说，我用各样的智慧，换句话说，用尽各种方法。我们看到我们教会，你如果对小朋友，你会用很可爱好听的故事讲给小朋友听，因为他们需要了解真理。
你像一个可能不识字或是知识低的，你可能不用要高深的理论，你可能用生活的一些小故事，让他知道福音是什么。所以保罗就是用这种方式要把人带到主面前。保罗用这样的宣告说：为了这个目的，我运用基督赐给我的大能力，不辞劳苦，竭力工作。保罗他清清楚楚的讲，不是我有什么样的能力啦，我什么样的这个三头六臂啦，或是我们什么18般武艺，我只是靠圣灵给我的能力。这个能力是彼得在公会犹太领袖劝勉所讲的，圣灵跟我同在，我要宣讲。保罗为什么要历尽苦难，仍然要传福音？因为他领受了这个奥秘，领受了这个无价之宝的价值，生命的价值，所以他就尽力做这样的工作。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不只是我们的幸福小组，其实你都能成为传福音的高手。但是我们传福音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用尽各种办法。保罗说要各样的智慧，你不能说凭着一股热诚，那随便抓一个人就要讲哇传信耶稣很好，有时候效果折半，因为你没有预备。所以呢，今天牧师要借着这个福音讲述来跟各位分享，每一位都能够具备这样传福音讲信息的能力。基督徒受呼召传扬真道，这个是我们已经讲的大家都已经耳朵都发痒了，因为这是我们基督徒从认识主、接受主就开始的使命。那刚刚我们读了这两段经，我们就不重复了。第一段是主耶稣，他是唯一的拯救；第二段是保罗他所讲的，要用各样的智慧带领大家到神面前。所以基督徒领受大使命的呼召，要来传福音。我们不只是凭着一股热诚，但是盲目冲撞，好像觉得上帝我有做了，但是没有效果。难怪久而久之，你会觉得有气无力，觉得好像我传了，每次都是打败仗干脆都后来就不传了，因为好像我们被以前失败的经验所打败了。但是我们要学会像保罗一样，我是靠着主赐给我的能力，我是运用各种智慧，要来传扬真理，让慕道友来接受主。那这个是牧师今天要借由这样的架构，就是我们说福音讲述有什么样的架构，会让人家慢慢的跟着你的分享的一个轨道，慢慢走进去那个福音的真理。那首先牧师要简单介绍说，其实我们在座如果是你20-30年的基督徒至少是最近30年，我们台湾有好多种福音讲述的工具每一种都有它的特色，而且你曾经用过，也许你曾经借着这个方式引导人来信耶稣。那牧师就不详细讲，因为你有机会可以去网络去看这些以前我们的前辈他们用的福音工具很有用也很有帮助。第一个是无字天书，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有没有听过？无字天书是什么？就是他们会制作好像一个图卡，那5个颜色，一个是金色、黑色、红色、白色、绿色，里面都没什么字，就要引起那个慕道友的兴趣，说你看这个金色你想到什么？那就会让他自由发挥金色通常比较属于黄金比较属于那种财宝那种感觉，然后就借着这张纸开始讲上帝福音的恩典。那黑色通常就是比较属于黑暗的一面，人的有罪啦，人因为悖逆了神啦所以用黑色来表达人的罪。那红色会想到什么呢？想到苹果吗？会想到草莓吗？那你会引导他红色代表主耶稣的宝血，那洗净我们就像一张白纸一样白色。那绿色是一种成长，一种植物的生长，还要丰盛茂盛的感觉。那用5个颜色就可以讲一篇福音信息了。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用过也许你可以示范一下。那在网络上都有这样的，你写无字天书它会跑出一些影片教导你怎么传。
那这个可能对一个有好奇心的人，他就因为你借了这个管道传福音给他，那是以前曾经我们在台湾很多人用过的哈。那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个因为图片没有办法演进，所以要按好几次，好，对不起。第二个是更多人使用叫视律，大家有没有听过视律？有没有？应该很多人听过啊，视律就一本小册子，然后借由跟你的朋友、你的同学、你的同事来讲述一福音。第一律是上帝爱你，第二律是什么？人因为有罪，所以就跟上帝隔绝了。第三律是耶稣是唯一的拯救。第四个，你接受耶稣基督，你就要得着生命。这个有点单刀直入了哈。那有可能有人一听到耶稣就拒绝了。但是如果他已经开始有一种慕道的心，用这种方式最简短最有效，因为还不用讲几分钟就可以讲完，而且里面还有一些图片，对不对？好，那你看这个有一些资料哈，你看你有看过这本手册吗？有没有一个小本的手册，印的小本啊？你就可以按照这样来讲述，而且还给他一起看，然后就跟他讲哈。另外一种是这种图卡。那第三种福音桥，老一点的有没有看过？像牧师这个老基督徒才看，因为以前都印一本手册。其实福音桥跟视律都有类似的，它就让你怎么样经过这个路程来认识耶稣哈。好，那这个是福音桥。第四个是三不五祝福，我们常常在祷告祝福当中使用到大能力的祷告、大能力的关怀、大能力的福音行动。那我们会用5个祝福就是身体的健康、事业的兴盛、我们的心灵的喜乐，以及我们人际关系的畅通，还有属灵的祝福属灵的这个丰盛。那5种祝福，每一个人都需要。借由这种关怀跟祝福，让人家感受到，我也想要得到就要进入到福音的当中。那555就是我们的祷告行动哈。好，那再来就是还有一种就是第5种叫做5个指头，有没有用过？很有趣哈，这个网络里面都可以看得到哈。5个指头，你就可以讲出一套福音出来啊。拇指是上帝，食指是罪人。为什么会用食指是罪人？你们想想看。我还要了解一下为什么要食指是罪人呢？因为你都在指别人。好，第3个是指主耶稣十字架第4个是无名指。我们常会讲说无名指好像你要一个动作，好像没有力气，对不对？好像一种情况，这个无力自救的意思了那再带领他祷告。那小指头就是在讲婴儿好，刚出生的婴儿一样需要养育。那5只指头就可以做传福音了。那这个都是一般传福音的方式。那所以我们说，为什么传福音要用尽各种办法，用尽各样的智慧？是因为你要找出一条路径，让人家很容易进入到你的讲述里面。各位弟兄姐妹，你一定可以了解，现在全世界最厉害的人是谁呢？是那种推销人。我们有时候坐游览车，有没有就被带到一个房间里面？奇怪，明明你说我一定不会买，奇怪出来就带一大堆。前2个礼拜，牧师跟我们一群长辈去就被游览车载到一间在介绍枕头的。想说这个枕头家里一大堆，怎么还用枕头？那个人真的有办法叫你。到最后买了10几个出来，他反正用尽各种办法，他有办法让你带进去你的，因为他会先讲你需要健康嘛，先讲你为什么睡不着嘛，先讲你为什么你的骨头、你的脊椎、你的颈椎不舒服嘛。你一旦讲到你的痛处，你当然买啦，而且他马上让你试看看枕头看看，还说抱一下这个什么红外线就可以帮助你，哇！我不是说这样的推销是有什么样厉害，但是我就是说他很会用心理的战术，让你引导进入他的讲述里面，而且你照做会认同他。那其实传福音那个保罗他也是用要让人家进入到他的一个心境里面，所以他说我面对犹太人我就成为犹太人，面对外邦人我就成为外邦人。那各位弟兄姐妹，
我希望不只是我们的福长会讲福音呐，我们的组员每一个都会讲，包括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因为神把这样的任务交给你，那你有一个架构抓好，随时你都可以讲。虽然牧师用这个大纲给你，但是你希望能够内化成为你的一个，反正你的逻辑都已经在里面的。就像那位推销员都不用看稿哦，就直接讲，那你就知道，你会跟着他走。那因为我们不是在推销一个自己赚钱的东西呀，我们在传扬耶稣基督这个无价之宝。那既然无价之宝，人家卖枕头都讲得那么好，我们为什么无价之宝讲不好？所以牧师要介绍这个逻辑内容可能讲不完，因为我们的福长比牧师会讲。但是我要把这个架构介绍给你们。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呢先引起他的兴趣、好奇，人生的真正幸福是什么？先把人最基本的需要先讲出来，人生的幸福到底是什么？好，开始有人就会讲，世上都在追求什么幸福？大概大家都同意。第一个，金钱物质的丰富；第二个，名声地位的显扬；第三个，婚姻家庭的美满。有没有人敢说我不要？这三个我都不要。世俗的价值就是这个嘛，金钱、地位跟家庭嘛。所以一旦他认同你的讲法，他就会跟着你所说的。牧师没有多解释，因为里面有很多图片可以分享。我们的福长他准备了很多投影片。好，第二个，既然他知道人都在追求这个，不过到底他的结果是什么？真的幸福吗？就是开始要疑问出来了。多数人追求的结果是什么？大多人达不到这个目的，反而劳苦。因为你追求到了，比如说我要第一桶金100万，那你绝不会说好了，我开始游山玩水，不要了。你一定会要想第二桶、第三桶，因为人类的欲望是永无止限的，所以你的劳苦也更多。第二个，即使你达到这样的目标，也仍然感到空虚，那个才是人的一个最大的好像你忙了一辈子，最后还是没有满足。那我当然不能说每一个人都觉得认同你这样说法，但是这个不是一般人的都认为的一个真正的实况吗？然后第三个，你跟他说，大家都活在劳苦重担跟不平安的当中。那这个是我们人类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说终日劳苦，但是到了最后，竟然都没什么收获。好，那当然，当人都感觉这样的苦闷跟空虚的时候，你就会引导他进入到第三个点。那这么样，人生最真的幸福。既然这一些一般人的幸福到最后结果还是不足啊，那问题在哪里？什么才是真的幸福？我们就可以引导出说，原来人生的真正幸福，并不是只有物质的满足。如果说一个物质可以解决所有人类，今天全世界就没有苦难的人嘛，就没有战争嘛，就没有所谓的一个种族歧视嘛，也就没有所谓的经济的战争嘛，都没有啦。因为大家有了就好啦。原因是出在于什么？人的罪。这个问题罪不处理，你在富裕的，比如说北欧的国家，瑞士，有些国家，我们常常听到北欧的国家不是全世界最物质最丰盛，而且国民还有福利最好的，但是竟然他们说有些国家的自杀率很高。反倒是那个贫穷的尼泊尔，或是那些物质不丰盛的，他们说是幸福感最高。那跟我们的理念观念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从这一点就知道说，既然你同意前面说的，那问题在于人的罪，那就慢慢走进入灵魂的深处了。他说，如果你不处理这个，你就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幸福。所以，回到生命的源头，才能找到幸福。这个是第一个阶段，就是把人从
最基本的需求来进入到福音。所以这个也为什么有些人说，哎，幸福小组感觉太俗气了哈，太功利了，其实都误解了，好像我们故意取一个那么俗气的名字。其实重点是要让一般的人都了解，没有人不需要幸福啊，你不需要吗？你这么要走苦难的路吗？你这么要走那个欠债的路吗？忧愁、烦恼、怨恨的路吗？不会吧？所以当人家开始觉得说幸福我是需要的，但是目前的价值观并不一定能够保证我幸福。那问题在哪里？发现生命的真相。如果说原来它的主题呢，它是说真相大白了，或是欺骗者。原来我们的生命在追求，大家盲目追求，到最后发现，哎，原来不是这样子，那才是让慕道友开始感觉，哎，对呀，发现生命的真相。第一个，人类原来是上帝所创造美好的创造，但是为什么还在困苦当中？世界越来越进步，人类却越来越痛苦。各位在座的很多年轻人，我们现在可以用到所有的网络电脑设备，我们现在自驾车已经出来了，我们的所有 AI 的人工智慧都开始在发展了，但是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说，我现在比以前快乐。很奇怪，我们很需要它，我们需要现在包括 Uber 啦、Panda Food 啦，送到你家，但是你会觉得这样就是幸福吗？你那么方便，没有人用这样等值啊。所以换句话说，所有的便利，所有的进步，并不等于人的心灵也同样的喜乐。所以现代人最大的苦恼就是焦虑、睡不着。现代人就是很怕那种那个老板的电话声，或是老板的 call 或是 line 这样子，因为很多人没有办法心安静下来。那这才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矛盾。你又不可能回到最原始的社会，没有电没有水，你又不要。但是现在什么都有了，为什么还不快乐？再来，原来这个问题不出于什么世界科技多进步，是因为背后魔鬼破坏的力量。因为有这样的黑暗的势力在搅扰，才让我们无论活在原始世界，或是现在这个科技的世界，还是没有平安。原来世人都活在罪的权势做奴仆。那这样的引导，让慕道友知道说，哦，原来我追求的幸福既然不是最美好的，那原来这个困难的点，或是他的势力的来源就是罪。之后呢，我们就开始会跟他对话说，哎，那既然大家都觉得不平安不快乐，那你怎么追求？当然没人要找寻一条解救的道路啊，解决的道路啊。一般世人都有这样子解决，寻求苦难解决的方式是什么？求神拜佛、算命改运、期待神明保佑，这个是一般人都认知的。那一般的慕道当然就更这样，我拜了好多庙，我跑了参加多少个什么样的禅修了什么样的，那这样就可以慢慢让他知道说，哎，有在这样追求，人的动力是这个出发点是不错，但是做错了，拜错了，因为怎么样呢？因为求神拜佛改命，他的问题在哪里？在第二个，因为那个偶像是人手所造。本来是没问题的，是背后的邪灵在做元凶。那这个才是一切所谓的偶像崇拜的最根源的部分。为什么呢？因为人拜偶像，是因为黑暗的势力借着这个偶像来辖制你。因为可能一般的慕道会觉得说，我拜这位什么历史上的伟大的人物，然后他是正义的化身啊，或是慈悲的化身，有什么不好？其实这种名人或是古代的名人的故事，并没有什么坏啊，是因为魔鬼借着你崇拜这个人的形象，开始辖制你，甚至包括那些
没有实际的人物哦，像孙悟空这种《三国演义》的故事，你也在拜啊。你知道这个神像，其实背后这个灵在控制，借着这个神像来控制你，因为你呢烧香跪拜，就是表达降服，你愿意臣服了，在这种偶像下，我们叫做引狼入室。所以全部一切的苦难，或是一切的忧虑，一切的掌控，都是因为背后的，他借着你喜欢什么，你崇敬什么，他就进入到你的掌握里面。所以我们引导他知道了这样的困难之后，我们才说，其实你要回到上帝的源头。上帝是万有的主宰，是生命的源头。我们现在很习惯说这一句话，就是说，我们的车辆、我们的那个机器、我们的电脑，如果遇到那个损坏了，或是有故障了，我们说我们要到原厂去维修嘛。你找随便一个不是正规的师傅，把你越修越坏啊，所有零件都弄坏掉，你回到原厂把它重新校正嘛。那我们生命的原厂就是上帝。我们生命的源头就是上帝，所以你从这一点，从刚刚讲的这样引导他到这个信仰里面。第一个，耶稣基督是上帝预备的救恩；第二个，唯有十字架胜过一切黑暗的权势，因为其他的邪灵的力量你被掌控了，你没有办法用自己的方法脱离了，要借由主耶稣的宝血、圣灵的力量才能够超越，然后在基督里享受生命的丰盛。因为人一旦被捆绑，为什么我们在基督徒受洗之后会举行一个生命更新营会？大家很多人都参加过，对不对？为什么那个生命更新营会很重要？因为它有一个圣灵充满的时刻，会叫你填一下，哇，我这就是过去曾经接触过什么样的偶像，什么样的邪术，什么样的算命，什么样的紫微斗数，一大堆啊。其实有些好像好玩的游戏，对不对？其实背后都是邪灵在掌控，所以我们要奉主的名来砍断，来除去这些捆绑，这一些对你的辖制所以必须靠主耶稣的宝血才有办法。那我曾经听到有人遇到家里面的一些苦难，就是因为他说他们的家的坟墓好像有一半黑掉了，他们的亲人因为安葬不好所以家里都不平安了。哇，怎么办？要去祭拜，要去还愿，要去做什么都没办法完成。那当他信耶稣之后，他知道说，你靠这个办法花再多钱，他一直捆绑你，好像以债养债，还是没办法解决。再到最后就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来砍断这一切的捆绑，那祖先所做的邪灵的辖制就这样脱开了，才永远不被辖制。所以我们用这种方式让慕道友知道说，我好像也遇到这样的状况你解决不了你要花很多钱去祭拜那我要从耶稣基督得到拯救。一旦砍断了这些辖制，你就才能得到生命的丰盛。最后就是第三个阶段，主耶稣是一切的答案。为什么世人都需要救恩呢？从刚刚的描述当中知道，人都是罪人。第二个，我们都在魔鬼的权势下做罪的奴仆。所以为什么我们没有一个自主性？或是像保罗说的，我喜欢的好，我不会去做；我不喜欢的恶，我是到处去做。人怎么会有办法去掌握这些呢？是因为背后的邪灵的力量。所以呢，特别是我们不只是愁苦，而是每一个人死后都要接受审判。那世人也是会运用这一些去追求怎么样去脱离劳苦对不对脱离罪孽一般台湾人或是我们华人都有做这三种。第一种是行善积功德，第二种是靠我的自修自我的修为，自我的操练，自我的戒律要做到这件事情。那甚至去靠假神来取代真神。
那这是我们台湾一般的人所常常做到的哈，一般常常在做的。那其实我们知道，烧香跪拜也好，降服这些都是一种被捆绑的，没有得释放，反而被捆绑。那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分享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要引导说，这些努力可能是白费，甚至是要花好多钱，甚至吃力不讨好。那我们才告诉他们说，世人在追求什么样的途径有哪些知道这些局限之后，最后我们要告诉他说，原来主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的拯救，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上帝道成肉身，因为他要来爱我们，他主动来接触我们。第二个是十字架的救赎是一种原理，是代替。代替可能一般人不了解什么叫代替，为什么耶稣要为我们死？那这也是个机会来分享给他说，原来我们人犯了罪，你要被惩罚，不然就是赔款嘛，对不对？所以只要一位法官说，我很怜悯你，可怜你，你罪不要罚了，回家吧。我看这个社会就抗议出来了，因为犯罪不用关不用赔钱，那谁都敢犯了啊，对不对？这个法官他做最好的做法就是说，有人有善心，因为这个人不小心偷取了，有人帮你偿那个罚款了，不能讲你没罪，而是我代替你出，代替你这个罚款。那这个是耶稣救赎的概念，他不是说你有罪你就把它取消，一笔勾销了，这样的话好像这个公义就没了。是耶稣说，那你的罪既然要惩罚，那我代替。耶稣用死来代替我们的罪被惩罚。那这个才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原理，他要代赎，要代替。那你只要相信，就成为上帝的儿女。各位弟兄姐妹，很高兴我们藉由这样的福音讲述，这3个阶段其实还有后面的阶段，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在这边做一个阶段的这个暂停。后续的宣讲是什么呢？第一个，你要学会幸福连线。用这种话你会觉得很俗气，对不对？其实幸福连线就是学会怎么祷告。第5个，你不要怕，因为上帝爱你，上帝主动要亲近你，只要你接受。第6个，耶稣在十字架是胜利的，不是失败。你只要接受这样的救赎，你第7点就会得到生命的释放跟真自由。最后介绍他说，什么地方可以领受到这样的幸福呢？欢迎你来富强教会。那这是一个八段论，我们的幸福小组要用8个礼拜哦。那牧师只要想说，把这个架构介绍给大家。我期待你不会误会说幸福小组好像在赶流行，好像很俗气，其实是为了让一般的大众百姓马上能够进入到你的福音讲述里面。谢主，我们因为这样的恩典，我们要把这样的福音传扬给别人，也藉由你这样的逻辑、这样的架构，让人家愿意接受这个福音。所以教会很多弟兄姐妹愿意投入8个礼拜的时间，不只是那2个小时耶，前面要预备，后面要探访，要关怀，因为要用这种爱让他觉得说，你讲的是真的。期待我们现在继续为幸福小组来祷告，因为他们同工现在在进入第3周，其实是一个关键时刻。因为第3周就要讲牧师刚才第3点，介绍耶稣了。那如果前面他不认同，他可能就不需要耶稣嘛。反正我现在活得好好，为什么要接受你的耶稣？所以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属灵征战。我很高兴，上个礼拜开始有人已经领了受洗卡，才2个礼拜，哇，这真的很大的激励哈。那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幸福小继续努力，因为你要祷告，因为就像保罗所说的，我是靠着主耶稣给我的能力啦，不是靠你的口才或是靠你多准备好吃的东西，而是因为圣灵跟你同在，为他们祷告，他们就会得到这样的恩典跟祝福。